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在家会主4月6号要来看以赛亚书第1章1到31节，主题是让敬拜与行为一致。我们先来看金句：你们要学习公道，伸张正义，帮助受压迫的，保障孤儿，为寡妇辩护。以赛亚书第1章的17节。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经文摘要。上帝要控诉以色列人他们背道，上帝要真实合理，而不是虚伪的敬拜。恶人必要灭亡，悔改的必蒙救赎。这是我们的摘要。那本书一开始呢，上帝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责备的话，让他们看清楚自己目前的信仰状况。上帝指责百姓悖逆，不认识上帝，甚至透过天地万物可来做见证。虽然他们蒙受恩典，却不尊重上帝，尊主为大。因为自己的罪行，百姓要面对上帝的管教。5到6节用一个好像犯错而被主人惩罚鞭打的奴隶来做比喻，形容当时候他们所受的苦难。可是他们仍不悔改，犹大受尽邻国的欺压，以至于土地荒凉，城邑毁坏。其实面对犯罪的子民，这位上帝还是施他的恩慈，手下留情，给犹大有悔改的机会，为他们留余种。在这一段的经文，上帝指责官长和这些的百姓，只有宗教的外表，却没有实质的敬拜内涵。上帝要求他们要有清洁的内心和行为，真心悔改，必蒙救赎。我们看上帝不要的是不要有虚有其表的礼仪、祭物节期聚会甚至好像你有在祷告，但是没有真正的敬虔的态度，没有真诚来敬拜上帝，都是上帝所不悦纳的。那上帝要的是什么？问题不是在礼仪多丰富，而是在于行礼仪的人对上帝的敬拜态度。他们手所沾满了这些的血，所以上帝就不听他们的祷告。上帝要求这些人停止作恶，自洁行善，照上帝所要的公义圣洁来行事，这样上帝才会接纳他们的敬拜和他们所献的祭物。上帝是给我们的福音，在他有赦罪之恩。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，常常得罪上帝，但上帝愿意洗净我们的罪，借着耶稣的宝血，使我们罪得赦免，让我们接受上帝的邀请，用心灵和真诚来敬拜他。我们来默想，我们所说的、所想的、所做的、所行的，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？是上帝所喜悦的吗？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敬拜他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清洁的心、行善的手，使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上帝，得到上帝的悦纳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，充满神的恩典。